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伊接见欧洲15国的记者团，伊讲面对这个中国的威胁，台湾甲立陶宛拢有展现出咱的韧性甲贸易的关系。也拿这个郭文哲，伊是伫面册发表两方的看法，伊批评赖清德是台独，也批评讲这个侯友宜伤倚中国啊，这拢毋是现主时的主流民意。另外，侯友宜是认为赖清德，伊讲经济成长率要来去3.5%以上，这是用讲的较紧。投入控制所的大选，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展现国际外交能力，找到接见捷克、巴卡拉基金会带领为欧洲来15个国家的资深记者访问团，专程用英语致辞，讲到延续执政，上界重要的是强化台湾的韧性、国防、经济甲民主，讲到台湾甲欧洲的经济合作。伊嘛讲，台湾甲立陶宛面对中国的经济威胁，发展出独有有韧性的贸易关系。外国媒体嘛关心台湾安怎应对中国的威胁。Another component of that deterrence, in addition to fortifying our own defense, is international support. Consistency of international messaging. And on this point, we really appreciate President Biden for reaching out in his summits, whether it's a bilateral, trilateral, or in discussions with the G7. 大选就伫要到啊！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无公开行程，不过伫民进党中常会下总统决定，要求县市议员全体归心投入普选。同款无公开行程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透过人面册讲赖清德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嘛批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赵少康发出真倚中国的政策，拿着拢离依持现况过半的民意愈来愈远。在两岸紧张的互动下，应该以台湾自主、两岸和平作为基础，也以5个互相作为互动的原则。针对赖清德讲，若选调会依持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至少3.5%以上。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直接甲喷，讲赖清德是讲遐有空无损的。民进党执政第2年，毋但能源政策甲国际颠倒饼，还阁面临5大欠缺的问题，嘛无甲其他国家签订多边贸易的协议。有没有完成主要国家的 FTA？ 也没有啊。尤其在区域经济的贸易，你完全都没有参加。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如何去奢谈你的经济成长率？若南北合作破局，有风声讲南洋的基层化工希望会当放定禁瓜令，让郭文哲替南洋立委参选人徛台。不过侯友宜强调讲，照党中央的规定，伊会团结所有的力量，全力拼落。记者综合报道。